大家係唔係覺得 MEXC 提現網絡費有啲貴？今日就教你一個方法，幫你慳返唔少。記得睇到最後。啱啱接觸 MEXC 嘅朋友，其實提現好簡單，不過想減少手續費，仲要識用回贈啊。MEXC 而家有推介翻現活動，你知唔知？只要用我哋介紹碼或者參加官方活動，就有機會獲得部分網絡費翻現，變相有得即刻賺翻轉頭，全部自動翻到賬戶度。咁樣做啦。記得留意 MEXC 官方活動頁面，成日有唔同嘅提現優惠同埋現金回贈活動，參加咗就可以減到更多網絡費用。成個過程超 easy， 好多朋友都已經賺到唔少回贈啦。如果你仲未開戶，記住用下面呢個專屬邀請碼註冊，新手即享高達20%手續費減免，積極賺回贈兼慳錢。提現入錢都抵好多，快啲用 MEXC 開戶啦！